好，每一年就是入围不同的奖项的时候，心里都有一份感谢名单。然后一年一年的增长之后，这个名单就越来越长。所以就20几年之后，这个名单可能已经有2张 A4 了，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得到这样的，应该是你第一个电影的表演的奖项，是吗？那你觉得它会对你而言有没有特殊的意义呢？我其实心里最期望的意义就是传承吧，就是如果可以透过我的表演，然后让更多的演员，或是更多的导演，或是更多台湾的创作者，可以有一些启发啊，或是感动，那就是最大的意义了。好，那最后也想请子怡跟我们聊一下，这次演出《亲爱的房客》片中林建一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有没有特别做了哪一些的功课，或是去揣摩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？最特别的就是练琴吧，练了蛮久，但是电影里全部都被剪掉，所以最遗憾的是这个啦。但是导演说，之后上映的预告里面会把它加回来。对，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看到自己苦练已久的钢琴。对，太好了，恭喜莫子仪，谢谢，大请从。